教育部今早起有公布112学年大专院校的注册率，虽然整体注册率改善，不过也是有19间的私立大专的注册率是不到60%。大专院校校务资讯公开平台10点公告112学年大专院校新生注册率，过无几分钟，因为伤侪人入去，网站卡条咧，40分钟才恢复正常。公立大学除了嘉义大学89.75%，其他拢维持90%以上。成大、清大、阳明高大维持100%，台大99.42%，政大97.1%，略略下降。非理工科系顶标生的出走潮，我们看到5个挺大台城、金交政当中，台大跟政大的注册率是往下滑，因为它的文法商的科系是比较多。私立大学的部分，去年注册率上低，明道大学今年退场，真理大学甲大叶大学减少真明显，真理对46.27减到25.73。老牌私立大学文化大学，因为寄存的名额超过900个，去年58.59，今年增加到66.12。文化大学近年来努力提升教学品质，贴近社会发展的趋势。今年呢，注册率已经回升，看见成效。公立技专敢若台东全校无到60%，不过51.3已经比去年47.29有较提升。私立技专台科、北科两大龙头维持100%，新约翰科大对35.31上升到65.03。台更接手的高湾科大注册率是下到15.7。技高生源比较多的一个县市，当地的一个科大注册率都是往上成长的。可是呢，在像台北市、高雄、台南技高生源减少的县市，它的科大注册率就呈现下滑的趋势。升学辅导专家指出，国际性来源济少，决定科大注册率。整体来看，112学年大专的注册率有改善，不过一寡数据犹原无理想的学校，未来招生会继续受到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